試下想象，只要講出你想要嘅網頁界面，AI 就直接幫你畫出嚟。呢個就係 Vercel 推出嘅 V0.DV，一款超強嘅 AI UI 生成工具。你只需要用文字簡單描述下你心目中想要嘅界面設計，V0就會一口氣生成好幾個唔同風格嘅設計方案俾你揀。最正嘅係每個方案都直接附帶可以直接用嘅 React 程式碼。舉個例，你輸入 SaaS 定價頁面，3個方案深色主題，系統好快就會整出幾個好靚嘅深色定價頁面俾你慢慢挑選。揀好之後唔使自己改 code，你可以繼續用文字叫 AI 微調，例如話將中間方案加個推薦標籤，按鈕轉做漸變色。V0最大嘅賣點就係設計品質極高，排版同配色都非常專業。佢生成出嚟嘅 UI 界面完成度極高，可以直接當做真正產品用。如果你好在意作品嘅顏值同效率，V0絕對係你必備嘅神器。